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认识一位能够说上一口流利客语的外国人。他是新竹美籍的传教士，叫做邱福生。20几年前呢，到了客家庄来传道，希望能够跟客家人拉近距离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菜市场当成了客语教室，努力的学客语。另外，他也自学中山琴，把客家歌曲改编成圣歌，非常的有趣。从头到尾讲下，切都人唔杀，阿门。利用客家话传道，你没有听错，金发碧眼的牧师真的说了一口流利的客语。我哋就是幾個字母，寫給您所以唔是我哋係人為記得，唔是上帝。他是美國籍的邱福生，20幾年前到客家莊傳道，希望拉近跟客家人之間的距離，所以努力學習客家話。大部分的外國人學什麼？國語。所以我們特別學客家話，為了做朋友哈，所以他嚇到了，就哇，因為講客家哈，因為講客家。努力融入客莊的邱福生，要讓傳道更有趣，他還用客家歌曲改編聖歌。上帝同享，誰跟你？客家的小調平板變成聖歌，婆婆媽媽可是唱得很起勁。為了幫歌聲伴奏，他還花功夫自學中山琴，讓教友可以用唱的了解聖經的真義。他彈琴，老婆拉二胡，夫妻倆雖然是外國人，但是對於客家文化相當熟悉。聽那個我們唱歌，他是還會嚇到啊，還會嚇到，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學客家歌啊。不是只會皮毛哦，什麼句子都難不倒他們。到底怎麼學的？他說菜市場是他最好的客語教室。每天早上我們有去市場，像第一句話是兩黑馬改，第二是一個 get 到錢啊，所以我們去是兩黑馬改，沒有買什麼，也沒有什麼買，所以每天學一點點。很多客家年輕人不一定會說客語，但是他卻認真投入。邱福生說，因為來到客莊之後，就深深愛上客家人的熱情。但是一個老闆聽到我們講客家話，後來他來說，哦，這個餅乾那個招待你哈，免費。這樣子做的時候，是一下變他自己的人。定居新竹的邱福生對客家文化付出相當多，很多人都覺得他根本就是美國來的客家人。金髮碧眼的臉孔，因為愛客家，用琴聲傳遞宗教福音，用語言訴說文化傾慕。菜市場當教室，人生有了屬於客家的感動時刻。